今晚谷草夜賽第4場4班1650米，姚本輝訓練嘅時間寶今場升班再跑贏馬路程，繼續用贏馬拍檔金城江，臨場捧成2.2倍嘅大熱門，票數信心十足。時間寶馬主之一就係鄧慧玲，而事後龔嘉欣就係佢嘅好友，兩人經常結伴入場睇跑馬。向來熱愛賽馬嘅龔嘉欣今晚亦有入場支持時間寶，可惜隻馬喺金城江胯下放箭埋門力弱，被知道穩勝趕過，只能跑第2，事後未能拉頭馬，唯有寄望下次啦。另外同場亦有稀客前來，就係樊少皇同埋太太賈曉晨拍拖入場睇跑馬，久未露面嘅賈曉晨戴咗黑色 cap 帽，狀態相當好。我哋一齊重溫呢場賽事嘅馬會影片啦。係10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噶嘛，內欄位置時間寶啦，中間呢有知道穩勝啊走咗上嚟喎，外邊有兩隻噶，分別係鬆啲咧，最出咧就浪漫老窩嚟噶，守住內欄位置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啦，有寶城之星啊，後邊嘅馬藍衫馬林中間係街福區啊，內欄位置仲有活力精神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係試跑得內欄嘅白衫白帽拍住佢外邊啊綻放的心啊，後邊3匹馬隨緣得勝翠盈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嗰隻滿樂城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時間寶就係擺咗喺前面放㗎啦。跟住第2位啊，外檔都埋到嚟啊，就係呢隻浪漫老窩喎。出邊走咗上嚟第2位，有知道穩勝啊。第4位俾人頂咗喺3搭啊，外邊啊鬆啲啦，頂佢㗎嘛。中間藍眼罩藍衫有街福區，外邊綻放的心上咗啲，內欄綠衫藍眼罩褪咗落去啊。咁啊有呢隻寶城之星啊，後邊嘅馬啦，活力精神啦，外邊隨緣得勝啊紅衫啦，尾3試跑得啊，殿後一隊黑衫係滿樂城，咁啊響內欄位置暫時殿後係翠盈嚟㗎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佔先嘅話仍然係呢隻時間寶啊，知道穩勝上嚟逼下佢啊，分列3、4位㗎嘛，埋邊位置浪漫老窩出邊啊鬆啲啊，第5位藍眼罩呢仲有街福區啦，響外邊綻放的心大外檔呢仲有隻隨緣得勝啊，後啲先有寶城之星啊，活力精神嗰啲馬鬥到嚟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㗎嘛，知道穩勝添啊，咁啊埋邊位置時間寶都仲有2腳㗎，後邊㗎嘛浪漫老窩第3位出邊追上嚟㗎嘛，仲有隻隨緣得勝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知道穩勝呢就拋離一少少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㗎嘛時間寶埋邊追上嚟第3，有浪漫老窩第4名外邊隨緣得勝啊。結果今場賽事時間寶放頭，知道穩勝係跟佢，結果兩匹馬包辦咗第1同埋第2名，至於第3名嘅馬都係跟前㗎啦。浪漫老窩第4名係隨緣得勝。知道穩勝。